教育部伫初五发布新版的辅导管教办法的注意事项甲手册，提供学校参考。伫注意事项规定讲，特定身份的学生经过学校校安检查会议审议认定，就会当接受检查亲像鸡仔刀这款的物件，拢禁止早去学校。 过去学校若是怀疑学生有造违禁品，需要检查时，爱2位以上的家长会代表、学生会干部或者是老师陪同检查。教育部制定校安检查手册，规定学校指定2位以上的人员检查，而且依照学生的意愿，决定敢需要陪同就会使。 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范本的 SOP， 在不损及学生的利益跟兼顾所有学生整体的安全我觉得是蛮好的。那至于非特定学生的话，就是有一些突发状况，或是有临时有人来报，那对于这些学生的话，学校尤其要谨慎。 保护管束期或者是有偏差行为，可能会危害其他人的特定学生，只要校安检查会议审议认定，就会当检查。有高中校长讲，其实从来无废掉校安检查，是现代人人拢注重学权，造成老师的惊吓。即马有略略解放，会当有效检查违禁品。很多年了老师也都没有进行检查那现在开始可以直接检查说，那检查之后的东西，还有学生怎么处理？在这一次的整个的修订法中，并没有再明确的让 学校老师知道，校安检查手册也规定，查到违禁品或者是危害其他人的物件时，要安怎处理。不过校长记得，若是查到随时刀、美工刀，这也是爱靠学校自行判断甲应变。你说拿到美工刀，这个东西是代为保管，然后还给他，这个都是没有问题。但学生真的是因为有刀子这件事情才会造成这样的伤害吗？所以，我们第一个就要先判定说这件事情是偶发型的事件，还是系统的事件。 教育部提供校安检查流程甲手册，高中学校是真肯定。不过校长是讲，其实即摆关键毋是伫咧检查流程爱简单化，是老师对学生无像较早有遐尼侪生活教育甲辅导时间，对学生的自信将也无够，佮较侪安检嘛无法度发挥实际作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